2023府城普济灯会将伫1月16登场，由着市府观光旅游局协同普济文史研究协会、9号上午特别举办普济灯会主题曲的发表，包括市长黄伟哲、观光旅游局、民政甲文化等局处的主管拢到场参加。现场邀请声乐家李思源来献唱。已经迈入第11届的府城普济灯会，今年的主题曲《灯笼的亮光》是由着黎明中学的校长罗家强来作词，南英大音乐系学生苏志宽来编曲，歌声中甲现场高挂的普济灯笼互相辉映，希望借由歌声甲灯笼，互游子有返来厝的感觉。第11届等于11年，这11年来啊，会爽对无到有。经过足困难的种种问题，也感谢咱市政府各单位的协助，甲咱这优良的厂商的鼎力的相助，互普济灯会会当一年搁比一年搁较好。普济灯会真的是完全靠妙方，甲咱的，你看这边有国小组、有国中组，跟我们的同学一起创意来达成的。不但花费最省。这符合我的理念啊，而且这个最获得大家的肯定，不仅是台湾肯定，而且还打国际杯，在世界、在国际上也有知名度，这点真是非常谢谢感谢咱普济灯咱所有的志工，以及文化界的朋友以及咱各位校长大家的支持，能够让同学发挥创意，把它画出来。市长表示。府城普济灯会是台湾少数由地方结合街区来筹办的，由着民间企业甲市府共同赞助，活动一档比一档更盛大，甚至被票选为台湾10大灯会之一。市长承诺，未来将会持续加码，希望让普济灯会会用的照光全国。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。